金太医，怎么样了？你刚才说德妃是中毒所致。回皇上话，是慢性中毒，毒药是一点一点进入娘娘体内的。今日娘娘跳舞动作激烈了一些，似乎加剧了毒性，所以才导致娘娘突然昏厥的。可有解药？目前还不清楚是何毒所致，但臣一定尽力而为。不是尽力，是必须。德妃一旦有什么三长两短，朕唯你是问。这……说，你是何人？受什么人指使，竟敢行刺本将军？许是天地会的，杀你为报仇。天地会的，给我抓起来！捉！嘿，奶奶的，一个活口都没留下。大人，原来是敖大人，属下来迟，罪该万死。你们是何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启禀大人，属下是骁骑营管带，今日带士兵到此进行骑射训练，听到厮杀便赶过来，没想到，请敖大人恕罪。留下几个人清查现场，其余的护送本王入宫。这。没想到这鳌拜的命还真挺大。若不是碰到骁骑营的人，他早就是刀下跪了。我们的人已经杀死了鳌拜身边的10个卫士，只差一步就……唉，可惜啊，还是功败垂成了。这次让鳌拜侥幸逃脱，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再对他下手了。王爷放心。我们在暗处，鳌拜绝想不到此事是我们所为，我们以后还有机会。除了逃脱的2人，你确定剩下的5个人全都死了吗？不错，没留一个活口，而且都是以天地会的身份出现的，鳌拜断断不会想到我们头上来。希望鳌拜会上当啊！小婉，你喝一口好吗？啊，小婉，来喝一口，喝一口。小婉，来。醒了，姐姐，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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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醒了。姐姐，小婉，小婉，姐姐，金太医怎么回事啊？快点过来，给他把把脉。太后娘娘驾到！儿子给皇后娘请安。老臣再给太后娘娘请安。起来吧。谢太后娘娘。德妃怎么样？她还在昏迷中。金太医，德妃之所以突然昏厥，是否因为中了毒？回太后娘娘的话，的确如此。德妃娘娘中毒不浅，臣已配了解药，只要德妃娘娘能喝进去，就会好转。什么人这么大胆，竟敢在皇宫内做出如此勾当？让哀家查出来，一定不会轻饶了他。皇娘，皇娘息怒，这件事情儿子一定会彻查。但眼下，还是先医治德妃的身体要紧。金太医，你查出德妃娘娘中的是什么毒了吗？
恕臣无能。仅从德妃娘娘的身体状况看，尚无法判断中的什么毒。如果查验一下德妃娘娘所用的食物用品，也许能找出毒物来源。皇上，皇上，奴才有大事禀报。什么事？敖大人在去丰台大营的路上遇刺了。鳌拜遇刺了，他人现在怎么样？敖大人没事，但是情况万分凶险。敖大人身边的12名精锐侍卫死了10个人，幸好骁骑营的人经过救下了敖大人。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在御书房，等着向皇上禀报此事呢。你去叫鳌拜到重翠宫来吧。皇上，后宫重地，与礼制不合吧？为了德妃，还管什么礼制？朕不能离开他。你去吧。这。怎么又是天地会？行刺的人自称是天地会的，目前朝廷局势复杂，会不会有人假托天地会，也未可知啊。那这件事情你禀报太后了吗？臣不敢隐瞒，臣已经禀报了太后娘娘。太后怎么说？太后娘娘说，除了后宫之事，以后此类事宜皆由皇上圣裁，太后娘娘不再过问了。太后果真是这么说的？千真万确。太后娘娘这样做，臣深感欣慰啊。好，太好了。鳌拜，臣在。今天你们议政大臣例行进宫议事，大家定会热议你遇刺之事。一会儿你跟你的同僚们说起时，你就认定是天地会所为。哦，对了，你必须要指责一下朕，就说皇上太过轻视天地会了。这臣不敢。怕什么呀？这是朕让你说的，朕又不会怪你。再说了，这是旨意，明白吗？臣明白了，臣遵旨。是啊，这事确实有些蹊跷。哎呀，各位大人，天地会又开始活动了，居然公开行刺我们敖大人，各位一定要警惕，警惕呀！真是太猖狂了，连满蒙第一勇士、京城9门提督，他们都敢动手，真是不知死活呀！天地会这次行刺，可以说是做了精心的准备。7名杀手，个个武功高强，他们身上所配的刀剑都涂有毒药，可以说是见血封喉啊！嘿，要不是本将军命大，今天就不可能跟诸位王爷在一起喝茶议事喽。喝茶议事？而且啊，皇上对天地会是太宽容了，这才让他们愈发的壮大，以致成为我们大清最大的敌人。哎，皇上啊，实在是太糊涂了。不错，对于天地会，岂止是宽容，要照我说，简直就是纵容。我说季度啊，你不要太激动。天地会的危害，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皇上就算原来对天地会有些纵容，但其贼首陈近南已死，只剩些乌合之众，
所以这件事就不要多议了吧。太后娘娘，金太医说，德妃娘娘的情况能治好的希望，怕是只有1、2分了。1、2分的希望？不会吧？奴才说的句句是实话，这还是昨天奴才问他时，他的回答呢。金太医还说，如果这2天娘娘还醒不过来，恐怕就要准备后事了。怎么会这样？什么？金太医，你让朕有个心理准备。你说德妃，她会？不会的，不会的。皇上，今天给德妃娘娘喂进去的1点药又全吐了。德妃娘娘不能进药，更不能进食，毒性未减，且还在发作中啊！德妃娘娘肯定是挨不了多长时间了。皇上守着德妃娘娘几天几夜都没合眼了，臣担心呐，皇上的龙体顶不住啊！臣叩请皇上，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请皇上回西暖阁休息一下吧。皇上，皇上，这里有金太医，有奴才，有扣扣，不会有事的。皇上，快回去休息一下吧。你们不用再劝朕了。在德妃没有醒来之前，朕是绝对不会离开她半步的。你们都起来吧。皇上，皇上啊！金太医，朕现在命你马上再去验一遍德妃之前用过的所有东西，一定要给朕找出毒药的来源。臣领旨。去吧。小婉，你快醒醒好吗？朕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你笑了，没有听到你叫皇公子了。朕
有现在好希望你能醒过来，给朕跳跳舞，给朕唱唱曲。小婉，朕知道你一定能听到朕的呼唤，赶紧醒过来，好吗？万岁爷，太后娘娘来了。儿子给皇额娘请安。奴婢给太后娘娘请安。起来吧。谢太后娘娘。皇后娘，您看看他吧。额娘答应你，一定会把凶手找出来。但你也要答应额娘，回西暖阁去休息一下。你看你现在多憔悴，额娘看着都心疼。皇后娘，现在笑完这个样子，您说我能离开他吗？额娘知道你心疼，额娘心里跟你一样。可你贵为天子，不可以只考虑单单一个德妃，而是大清的江山和万千子民。妹妹坐。多谢皇后娘娘。你们先下去吧。是。果真呢？你知道那钟粹宫的情形吗？听说德妃已经昏迷了好些天，怕是不行了。妹妹倒是也听到了一些消息，说这个德妃是慢性中毒，毒性已入脏腑，已是滴水不进，甚至连药都喝不进了。本宫一直在琢磨这事儿，你说这德妃是被人害的呢，还是吃了用了什么才中的毒？若是这宫里的东西有毒，那也不可能只有她一个人中毒。妹妹倒是觉得，她被人下毒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妹妹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觉得80%啊，她是被人下了毒。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下毒之人的手段真是高明，连金太医都束手无策，就连怎么下的毒，都查不出来。是啊，
这个人不光手段高明，而且还胆大包天。皇额娘都已经接纳德妃了，他却执迷不悟。这要是查出来，一准是死罪。妹妹，听你这话的意思，莫非你知道这下毒之人是谁了？哎呀，姐姐，妹妹哪里知道，妹妹只是瞎猜而已。那你就猜猜看，是谁有这么狠的心，下这么毒的手啊？姐姐，皇娘放心，儿子不会置大清江山和黎民百姓于不顾的。只要小婉还有一口气，儿子就不会离开她。儿子要时时刻刻守在她身边。姑姑，就让皇上守着德妃吧。看眼下这个情形，皇上肯定是不会休息的。太后娘娘，万岁爷跟德妃娘娘的感情如此之深，奴才真是感动万分呐。奴才也恳请太后娘娘，还是让万岁爷多陪一陪德妃娘娘吧。那好吧，额娘就不再劝你了。但你要答应额娘，一定要按时进膳、喝水和休息。额娘听说，自从德妃昏迷之后，你已经几天粒米未进，这怎么行啊？你若不肯答应，额娘便也学你，也不用膳了。儿子答应皇额娘，儿子这就进膳，好吗？那奴才赶紧吩咐御膳房备膳。启禀皇上，这是制衣局给德妃娘娘赶制的衣服，做好了，刚刚送来。该死的奴才，胆在这时候进来，把衣服给我，出去！这。那起，钟粹宫到底怎么样了？他们不……你说什么？姐姐，如今这董小宛命在旦夕，想必姐姐一定很高兴吧？唉，说来也奇怪，本来本宫应该是很高兴才对，可事到临头，本宫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姐姐这是怎么了？前段日子，本宫跟德妃接触的比较频繁。本宫发现这个董小宛识大体、懂礼节，有不少地方让本宫十分钦佩。有时候甚至都会忘了她是个汉女，即便想了起来，也不会觉得她可怕可恨，相反，倒还觉得她十分的可爱。妹妹真是没想到姐姐会这么说。那妹妹也跟姐姐说几句实话。其实妹妹现在也不记恨她了。你说这董小宛想她一个汉女，只因被皇上喜欢，被带进皇宫，便受我等这般奚落。可她不但不记恨，还强颜欢笑，与我等周旋。单凭这一点，便实属难得呀。可不是嘛？想想我们之前对他所做的事情，未免有些太过分了。就算我们再怎么样，也没有想过要置他于死地呀。也不知道这次的凶手是谁，竟然如此狠毒。事情不是明摆着吗？凶手不是皇贵妃灵珠，便是皇后多娜。妹妹倒是想过是皇贵妃，但没想过皇后。本宫之所以会怀疑皇后，是因为那个蝴蝶案，本宫可以断定是皇后干的无疑。
当然，这次毒害德妃、皇贵妃的嫌疑更大一些。不管是皇贵妃还是皇后，胆子也太大了，他们就没有想到这个后果吗？他们哪想得了以后啊，只顾着眼前了。你看着吧，这次皇上必会一查到底，而皇额娘恐怕也不会放弃追查的。只要董小宛死了，凶手就必须要以命偿命，除非他将这案子做得天衣无缝，可以瞒天过海。那岂不就是说，这次皇贵妃和皇后必定有一个人要掉脑袋了？哼，没错，你我就等着好好看戏吧。哼，他们两个人当中，不管是皇贵妃还是皇后，有一个人倒台，本宫都要大笑3天。妹妹同姐姐一道笑。娘娘，王爷知道您可能承受不了，所以再三嘱咐过，您一定要冷静啊，娘娘。冷静？你让本宫如何冷静？本宫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封后。可是你现在却告诉本宫说此生都没有希望了。本宫如何冷静？你叫本宫如何冷静啊？可是娘娘，事已至此，咱们还能怎么样呢？若娘娘再因此有个什么闪失，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把柄，娘娘可是得不偿失啊！还请娘娘三思。娘娘，您的伤心，奴婢能理解。可眼下德妃未除，皇上他们也一直在找下毒之人，您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呀，娘娘。起来，谢娘娘。这件事情，让他们如何惊喜，也查不到你我头上。董小宛一旦死了，他的随身用品都要按规矩随葬。只要他一下葬，我们干的这件事情就死无对证了。娘娘，奴婢是担心，万一董小宛没死成，或者在入葬前被人识破了下毒的法子，董小宛一定得死，必须得死。只要有本宫在，本宫就一定不会让他活着。小婉，快点醒过来吧。你都很久没有跟朕说过话了。皇上，
启禀皇上，这是制衣局给德妃娘娘赶制的衣服，做好了刚刚送来。Coco，你过来。皇上，闻一下，你姐姐穿的这件衣服有没有特别的味道？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啊。你多吸几口气，好好闻。为皇贵妃娘娘请安。起来吧。哎，金太医，皇贵妃娘娘，你如此神色匆忙，难道是德妃那边出了什么事吗？回皇贵妃娘娘的话，卑职正要去钟粹宫，毒源可能找到了。还不快去！啊，走。臣给皇上请安。起来吧。谢皇上。你们看看，朕刚才已经找到了德妃中毒的原因。皇上，难道您是说，这衣服？对。Coco，你再去拿几件德妃穿过的衣服，让金太医检查到底有没有毒。是。贤妃娘娘到！姐姐，你这么着急叫我来，出什么事了？你赶紧帮我去趟制衣局，告诉拿齐立即出宫。姐姐，可是拿齐如果不按规定擅自出宫，是会被怀疑的。顾不了这么多了，宁可被人怀疑，也不能冒更大的风险。冒更大的风险？姐姐，你说的话我怎么越发听不懂呢？你就赶紧去吧，回来我再跟你解释。哦，等等。让拿齐转告简亲王4个字：破釜沉舟。破釜沉舟，这是简亲王会明白的。时间紧迫，你快去。好。皇上，皇上，怎么样了？皇上圣明，内衣上果然有毒。德妃娘娘的好多件内衣都被人精心用毒药浸泡过。金太医，既然找到了下毒的来源，那德妃就有救了。是啊，臣已换了药，德妃娘娘喝了没吐啊。臣可以担保，德妃娘娘很快就可以好起来。好，金太医，这么说，娘娘很快就可以痊愈了。是皇上，这真是太让人欣喜若狂了。是，简直太让朕欣喜若狂了。万岁爷，那奴才赶紧把这喜讯禀报给太后娘娘吧。好。
英格尔，奴才在。朕命你马上把制衣局的拿奇抓起来，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审出到底是谁在幕后主使拿奇下的毒。英格尔遵旨。皇上，都已经换过了。小婉，朕来看你了。小婉，小婉，皇上，姐姐，你终于醒了，都快把扣扣吓死了。扣扣，你知道朕有多担心你吗？姐姐，我已经让纳奇出宫了。好，坐吧。谢姐姐。对了，姐姐，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冒着风险让纳奇出宫呢？因为他们已经查到毒源了。啊？我也是偶然听说的。这样一来，董小婉毒医亲身的秘密自然就被识破了。身为制衣局的女官，纳奇一定是第一个被抓。纳奇一旦被抓，难保他不会供出些什么。这毒源这么快就被找到了，也不知道那董小婉到底是死是活，是不是因为怕乱，所以封锁了消息啊？董小婉是什么人？值得死了还秘不发丧吗？她哪有那资格？啊，是，姐姐你别生气了，妹妹只是因为一时紧张，所以胡想瞎想了。但是这毒源被找到了，他们要是查起来，我又去过制衣局，会不会被看见呀？如果他们发现纳奇不见了，那岂不是更糟糕？这个你放心，皇妃们为了衣服的事情都会去制衣局找纳奇商量，本宫也去过好多次，就连董小婉自己也去过好几次。倘若他们问起你，你就说是为衣服的款式去找纳奇商量，你是皇妃，他们不会为难你的。哦，主子，主子，皇上的侍卫统领朝制衣局的方向去了。是。好快的动作，这样看来，那董小婉还没有死。姐姐，你真是神机妙算，幸好你当机立断让纳奇走了，要是晚了一步，那就全完了。夸奖就不必了，妹妹还是先回去吧。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还是少见面为好。啊，是，全听姐姐安排。皇上，小婉昏迷这几日，感觉自己就像走在白茫茫的冰原上，四顾无人，寒风刺骨。小婉只能听到一个极其微弱的声音，在呼唤小婉的名字。小婉知道，是皇上在呼唤小婉的名字。正是这些许微弱的声音，给了小婉
无限的温暖，让小婉挣扎着醒了过来。若不是皇上，小婉恐怕早就魂归天国了。小婉，不会的。朕知道，朕喊你名字的时候，你一定能听得到。朕当初答应过你，就算全天下的人都抛弃了你，朕也不会放手。同样，朕知道你也不会抛下朕一个人，孤单地留在这个世上。是啊，小婉怎么忍心？怎么忍心抛下皇上？小婉和皇上的好日子才刚开始。是，刚开始，才刚开始。皇上，恕臣冒昧，娘娘久病卧床，现在身体还很虚弱，此时宜静养，不宜多说话，更不宜激动啊。好，朕知道了。小婉，你听到金太医说的了吗？你要好好休息，什么都不要想，朕就在这儿好好的陪着你。你好了以后，朕会立刻将毒害你的人问罪。什么？你说纳岐出宫了？是的。这怎么可能？钟粹公将消息封锁得如此严密，他是怎么知道消息的？是啊，皇上，会不会纳岐临时有事出宫了？不可能，没那么巧。依朕看，一定是有人感觉到了有危险，所以才让他出宫。没错，皇上，如何查询此人？请皇上示下。英格，你再去一趟制衣局，仔细盘问每一个人，一定要问清楚，在纳岐出宫之前，到底有没有人去制衣局找过他。奴才明白了。去吧。这。皇上，老臣这几日担心皇上和德妃娘娘，真是茶饭不思，彻夜无眠。如今知道德妃娘娘脱险，老臣十分高兴啊。朕知道，你一直在担心德妃的事，有心了。德妃娘娘安泰，则皇上安泰；皇上安泰，则天下安泰。老臣怎能不上心呢？洪师傅能说出这样的话，朕心甚慰。皇上，参见皇上。平身。皇上，奴才逐一盘问了制衣局的人，确实问出了一个情况：纳岐女官出宫前，的确有人去见过她。是谁？娴妃。是她？你可问清楚了？问清楚了。见他二人谈话的不止一个。皇上，娴妃去见过纳岐之后，纳岐就立刻出宫了。由此可见，娴妃同此事定有瓜葛。请皇上示下，是否将娴妃抓起来审问？王爷。纳岐。王爷。纳岐。你不知道，若不是纳岐提早出宫，我怕是再也见不到王爷了，我好怕。纳岐，你来到本王这里就安全了。刚才纳岐赶着出宫的时候，都觉得随时会有侍卫上来抓我。那个时候，纳岐手里紧紧地握着一颗毒药，
想着只要有人上来抓我，我就立即吞药自尽。那琪的心里只有2个人，一个是哥哥，一个便是王爷你。那琪啊，来，你刚回来，先好好休息啊。本王有事要先问问那月。那琪有些激动，话太多了。没事，来。那月，你刚才带那琪回来的路上，安全吗？王爷放心，那琪先是到了城里我们的地点，属下得报后亲自接那琪来的山庄。来的时候，那琪蒙着面纱，马车的车厢又挂着厚厚的布帘，所以肯定没有人识出我们。那琪突然出宫，一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那月，千万不要让人发现那琪来了本王这里，否则本王的计划就该暴露了。是。洪师傅，此事您怎么看？回皇上，老臣斗胆猜测，皇上的意思是暂时不要碰娴妃。为什么？娴妃明显是去通风报信的，为什么不把她抓起来审问呢？英统领，你莫急。据我所知，后宫的嫔妃平时都可以去制衣局询问衣服的款式以及何时能够拿到成衣。如果你把娴妃抓起来，她若回答你说只是去问那琪女官关于衣服的事，你可以对她用刑逼供吗？要用刑逼供，后宫皇妃需有皇上，特别是太后娘娘的旨意才行。这就对了，没有铁的证据，皇上能轻易地下这道旨意给你吗？谁不知后宫的皇妃个个身份尊贵，牵涉到八旗的势力，不能说动就动，他们的地位与女官不同。如果你审问娴妃，你不但问不出结果，而且还会打草惊蛇，因为娴妃极有可能只是传话之人，她的后面还有更厉害的人。英儿，洪师傅刚才说的话，就是朕想讲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奴才听明白了。臣妾参见皇后娘娘。妹妹来了，下去吧。是。姐姐，刚才皇上已经派人告知妹妹，说是德妃已经平安脱险了。妹妹特别高兴，所以就赶紧来向姐姐通报一声。妹妹，这德妃死里逃生，应不值得你这么高兴吧？你可不要忘了，经此一遭，恐怕以后皇上要把她宠上天了。是啊，妹妹还真是没想那么多。你呀……对了，姐姐，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毒医的计划又被识破了，皇贵妃现在身陷险境，看来本王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了。对了，王爷，刚刚您说到“识破”二字，我突然想起来，皇贵妃有句话托我带给您，我差点忘了说。什么话？只有4个字：破釜沉舟。破釜沉舟？你为什么刚来的时候不跟本王说？王爷息怒，那琪今日实在是太紧张了。王爷，我妹妹那琪生性单纯，刚刚又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见到王爷不免有些激动，还请王爷别见怪呀。行了，行了，行了。那琪，坐下吧。谢王爷。本王
王刚才对你发火，是因为心里紧张，你不要介意啊。你不知道皇贵妃说的“破釜沉舟”这4个字有多么重要。王爷，皇贵妃的这句话万分重要，是指……本王说皇贵妃这4个字万分重要，说明皇贵妃已经判断到局势万分严重。她希望本王当机立断，刺杀皇上。啊！姐姐，你这好歹再喝一口嘛！这汤是按照金太医的方子熬制的，这里面还有不少名贵中药呢，说是对恢复元气有奇效。姐姐也知道这个药名贵，只是姐姐实在喝不下去。这个药的味道有点怪。姐姐喝不下去咱也得喝呀！你看你整张脸，瘦的只剩下一双眼睛了。你这个臭丫头，调皮，本来就是嘛。启禀娘娘，兰贵妃来了。冬姐姐，果真妹妹来了。哎呀，姐姐快坐下。姐姐大病初愈，可千万不敢乱动。姐姐这次被下毒，妹妹真是担心死了，又不能来看望姐姐。急得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如今看到姐姐安然无事，妹妹也就放心了。真是有劳妹妹挂心了。姐姐说的哪里话呀？妹妹早该来看姐姐，姐姐不必客气。姐姐被奸人投毒，自然是有皇上和皇额娘操心。只有妹妹不能帮上什么忙，就只能安慰姐姐几句小话，让姐姐宽心罢了。妹妹，这良言一句三冬暖，在这后宫中，有妹妹对姐姐的关心，对姐姐来说，真的像雪中送炭呢。姐姐不要说这么客气的话了。姐姐，之前你老让皇上来妹妹的寝宫，怎么，妹妹怀上龙种了？太好了！是啊。什么时候的事啊？真是太好了！快坐啊！姐姐也坐。妹妹，让太医看过了吗？已经瞧过了，说是近2个月了。真是太好了，姐姐真心为妹妹高兴。哦，对了，跟皇上和皇额娘禀报过了吗？皇上和皇额娘那里，妹妹还没有及时禀报，就赶紧先过来向姐姐报喜了。若是没有姐姐，哪里会有妹妹的今天呢？妹妹这说的是哪里话呀？妹妹能怀上孩子，是妹妹的福气，也是皇上的福气。姐姐只不过是成其美事罢了。怀龙嗣是大事，妹妹一定要赶快禀报皇上，还有皇额娘。啊，对了，皇后娘娘那里也要及时禀报才是啊。妹妹明白，多谢姐姐提点。姐姐你放心吧，现在皇上已是乾纲独断，姐姐也一定会为皇上生下很多孩子的。妹妹有所不知，虽然皇额娘接纳了我，也还算喜欢我，但是姐姐毕竟是汉人女子，所以在皇额娘那儿还是有不可逾越的底线的。底线？皇额娘现在对姐姐还有什么底线呀？姐姐不妨告诉妹妹。姐姐不想说，那妹妹就不问了。
扣扣，哎，你带云儿出去走走吧，姐姐有话要对兰贵妃娘娘说。是。走吧。果真妹妹，既然你问了，那姐姐也不瞒你。虽然皇额娘接纳了我，但是皇额娘也明确了她不可逾越的底线，那就是绝对不能生下皇上的孩子。什么？皇额娘还是不让姐姐生孩子？姐姐内心还是非常想跟皇上有个孩子的，哪个女人不想生孩子呢？姐姐当然也想有自己的孩子，哪怕只有一个也好。姐姐，妹妹相信你一定能为皇上生孩子的。皇上最爱的就是姐姐，只要皇上坚定，皇额娘到最后也是拿皇上没办法的。妹妹不知道吧？这事皇额娘是绝对不会妥协的。生孩子的事是皇额娘不可逾越的底线，皇额娘绝不会让步，姐姐也绝不会因为此事让皇额娘操心，更不能让皇额娘因为这事跟皇上再发生冲突。所以生孩子这事，姐姐算是死了心了。姐姐不能生孩子，可是如今妹妹怀有身孕，姐姐真心为妹妹高兴。妹妹要好好的将这个孩子生下来，姐姐祝福妹妹。妹妹多谢姐姐关心。算了，姐姐也不要再想这些难过的事了。现在姐姐身体还没有好，先休养好了再说吧。那姐姐要恭喜妹妹了呀。妹妹是真能怀。姐姐，你这是哪里的话呀？妹妹上一次肚子里的孩子被人害了以后，到现在都多长时间了？说起这话来，就要怪你那个董姐姐了。要不是她抢了皇上的宠爱，你这个孩子啊，早就该怀上。小婉，这些天看你恢复得越来越好，朕心里面真是高兴。小婉这些天在努力的吃东西，小婉心想，小婉的身体恢复得快些，皇上也放心不是？皇上别站着，快坐吧。皇上，那个女官那奇有消息了吗？还没有。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让那奇出宫，确是贤妃送的消息，而贤妃后面的那个人，必定是灵珠无疑。只是现在朕还没有确凿证据，还不能抓捕他们。纵使给我再多可能，我都不会想到，他们竟会用这么可怕的手段来害我。我还想着和后宫的这些嫔妃们成为好姐妹，看来我太天真了。灵珠毒如蛇蝎，朕永远不会宽宥的。可要想定灵珠的罪名，那奇至关重要。不过，朕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那奇被人灭口。那奇会被人灭口？那要杀他的那个人是谁呢？娘娘，那奇的哥哥那月是简亲王的副统领，也是他的心腹。我们怀疑那奇会去找那月了，而且这个那奇跟简亲王之间可能也有关系。英儿，你是说这那奇是简亲王的女人？有这个可能。如果那奇真的是简亲王的女人，那之前给灵珠和简亲王送信的，必定是这个人。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那奇这个活口。你在想什么？皇上，小婉在想，倘若这个那奇真的是简亲王和皇贵妃之间的传话人，
面对现在如此不利的局面，简亲王他有可能会铤而走险。没错，不瞒你说，朕跟英格尔还有洪师傅、敖大人都已经商议过，我们都一致认为，简亲王就在最近一定有大的动作，而朕也正在等他出这个手。兵法上有云，先下手为强。那么这样看来，与其被动等待，我们还不如主动出击。皇上，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计划，诱使简亲王马上行动。皇上拿九五之尊做诱饵，这样太过危险。之前行刺老臣和敖大人的那些武士，个个武艺高强，而且刀剑上都进了毒药啊！这个洪师傅你也大可放心，他们表面上是在暗处，实际上却是在明处。因为朕的人多，朕已经充分做足了诱敌的准备。刘光才，奴才在。一会儿你就可以在宫中宣告，朕后天下午就要去法源寺，为德妃身体康复进香还愿，也好让简亲王知道消息，早早做好准备。奴才遵旨。拜蒙将军。拿月将军，卑职奉王爷之令前来。拿月，本王令拜蒙率300旌旗前来。明日本王要亲率这300旌旗作为后应。王爷下定决心了吗？属下思索良久，感觉皇上那边可能是个圈套。南岳，这个本王比你想的更多更深，但是本王不能放过这次机会。如果这不是圈套，那我们得手的希望就极大；如果是圈套，我们也就牺牲掉那些武士而已，事情依然是天地会的人干的。王爷的意思是，拜蒙将军带来的300旌旗不一定参加这次行动。关键要看明天皇上的情形，看皇上有没有设计圈套。若真的是个圈套，皇上的周围一定会埋伏着鳌拜的精兵。本王若是发现有鳌拜的人马，那本王和这300精兵就绝不露面了。英格在。明日下午，朕命你必须抓2个活口。如若明日简亲王没有露面，没有活口的口供，朕和朝廷是很难对简亲王定罪的。皇上请放心，奴才一定不惜代价抓到活口，定简亲王的罪。好。皇上放心，只要简亲王上钩，就一定原形毕露，谁也保不住他的人头。皇上，奴才有一个疑问，这个简亲王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他会这么轻易的就上钩吗？英格尔所言极是，臣担心的也是这个。姐姐，这董小宛已经平安无事了。我的人已经看见果真去中岁宫看他了。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还有一个消息你知道吗？果真又怀上孩子了。她又怀上了。唉，这个蠢货，命真好。蠢人有蠢福啊。不过现在，本宫没兴趣应付果真的事，且让他一个人先偷着乐一阵子吧。对了，姐姐。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我梦到那奇被抓了，然后把我们都供出来了，吓得我一身冷汗。妹妹不必如此紧张，那奇现在在简亲王那里，十分安全。那也不好说呀，现在那奇已经被作为钦犯在追查了。再说，简亲王能藏他一辈子吗？何况简亲王自己都有危险。我堂兄简亲王是个极其厉害的人，你放心。这一次，他一定可以化险为夷，平安无事的。哎，对了，姐姐，上次你跟我说“破釜沉舟”，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姐姐若是说出来，你可别被吓着，说姐姐无情啊。妹妹对姐姐从来都是同心同德，愿意追随姐姐。姐姐说的话就是对妹妹的旨意，无论有情无情，妹妹都会忠心效力。妹妹起来，姐姐谢谢妹妹的忠诚。你放心吧，那奇是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的。简亲王会杀了那奇。啊，姐姐，你的意思是，破釜沉舟，是让简亲王杀掉那奇，消灾灭口？你瞧，你也用了消灾灭口，说明你也知道那奇十分危险。那奇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又是毒医案的执行人，一旦那奇被抓，后果不堪设想。即便姐姐什么都不说，简亲王冷静思考以后，也会下决心让那奇永远消失。臣鳌拜参见皇上。鳌拜，起来吧。谢皇上。有消息吗？皇上，臣刚刚得到消息，在简亲王的山庄附近发现了几队人马。臣暗哨仔细辨认，他们是正蓝旗的人。有多少人？他们分成了几队，粗略估算，不少于200人。好。哼，果然被咱们判断对了，他就是怕暴露目标，因此不敢多带人。皇上，这个简亲王，他终于上钩了。他的心境，不上钩也难。王爷让我亲自指挥行动，等于是把我暴露了。虽然是蒙面，也还是极有可能被认出。不管成功与否，我这弑君之罪，是永远也洗不掉了。属下也觉得王爷的命令很奇怪，武士们是以天地会的名义行刺皇上，一旦将军被认出，这谎言也就露了馅儿，王爷也就暴露了。你知道我在疑虑什么吗？我怕行动失败，他会拿我当替罪羊，把我抛出去，说他根本不知情。不会吧，莫大，你知道我还担心什么吗？我担心我妹妹那奇呀，她生性单纯，又对王爷用情极深。可是她知道的事情太多。宫里已经传来消息，她涉身的那件案子已经暴露，朝廷正在抓捕她。我担心王爷会不会对我妹妹那奇下手灭口。将军，若您有怀疑，今天晚上要不要属下去偷听王爷在谈些什么？莫大，你是我最信任的贴身侍卫，我叫你过来就是让你去听听他们的谈话。开蒙，本王派那月指挥行刺，一是让行动更有把握，二是要把这个弑君的罪名推给那月。弑君之人是必须要杀掉的。若是那月明天行刺失败，本王要杀了那月；若是明天行刺成功，本王也要杀掉那月。总之就是一句话：行刺皇上是那月的疯狂之举，本王是毫不知情。他私下里暗自训练武士，本王也是毫不知情。本王是得到密报，亲自率兵诛杀弑君狂贼。王爷思虑万全，不管我们能不能得手，日后王爷您能不能登基，这弑君的罪名都与王爷无关。王爷，那月的那个妹妹，你要怎么办？本王对那奇确实颇为喜欢，
可现如今，那岐是朝廷捉拿的罪犯，本王又决定把他哥哥抛出，那这个女人是留不得了。等明天那月动身之后，本王亲自为她斟杯美酒，送她上路。他太狠了，太绝情了，简直不是人！本将想立即杀了他。将军，千万不要冲动，山庄里都是王爷的人，而王爷本身武功也十分高强。我知道我杀不了他，我不会冲动的。我杀不了他，皇上会杀他，朝廷会杀他。莫达，你去纳吉房间把他叫过来，我们立即逃走。这。嫉妒，你真是太绝情了，连你自己的女人都不放过，就别怪我那月对不起你了。哥，你有事找我？那起，哥哥有事找你，哥哥告诉你。走。混账！闪开！上这儿！这么晚了，将军这次要去哪儿啊？将军马上好像还有个女人，快去禀报王爷。是。那月一定是派他的心腹在暗道里偷听我们的谈话，他一定是对我让他指挥起了疑心，或者是担心他的妹妹。现在就是不知他带着那岐是要亡命天涯，远走高飞呢，还是要进皇宫告发本王？王爷，如果是后者，那事情可就天大了。本王已经派人去追杀那月他们了。撤！你们几个去鳌拜府，你们几个跟我去皇宫。撤！开门！开门啊！开门！什么人？正蓝旗副东土那月，有大事求见鳌拜大人。走，撤！启禀皇上，臣刚才在来的路上，详细询问过那月情况，那月所说当属实情。那月，你揭发简亲王是因为简亲王要拿你当替罪羊，要杀了你的妹妹灭口。如果不是这样，你会揭发他吗？明日你会行刺朕吗？罪臣回皇上的话，就是没有这两件事，罪臣也绝不会行刺皇上。简亲王竟敢行刺皇上，完全是丧心病狂，罪该万死。罪臣绝不会跟着他犯下如此滔天大罪。那你又如何解释你在暗中训练武士，继而行刺洪大人和敖大人呢？罪臣回皇上的话，罪臣训练武士是奉了简亲王的命令。简亲王下令刺杀洪大人和敖大人，说他们是皇上身边的奸臣，是朝廷的祸害，杀掉他们是为皇上尽忠。罪臣是上了简亲王的当。那月，你可知道你妹妹在后宫也犯有大罪？罪臣回皇上话，罪臣妹妹那岐受简亲王和后宫皇妃的指使，用毒医毒害德妃娘娘。今天罪臣把她一起带来，接受朝廷的惩治，也盼能对揭发简亲王有一点贡献。好，朕知道，你告发简亲王谋反有功，
会对你和你妹妹酌情减罪，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王爷，我们该怎么办？是起兵还是逃跑？还起什么兵啊？本王那点兵想跟皇上公开对抗，简直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连皇上的一根毫毛都伤不了啊！是，现在起兵已经毫无作用了。王爷想逃走，得赶紧动身呐。本王不会走，更不会逃。本王若真是走了，那这罪名就坐实了。是。现在本王唯一的出路就是自保。本王是议政大臣，本王的事，议政会议是要干预的。皇上和朝廷如果没有如山的铁证，想定本王的罪，难。那月，你的供词十分重要。不过，简亲王他可是朝廷的议政大臣，想要定他的罪，必须对议政会议拿出他们信服且无可辩驳的证据。因此，仅有你现在的口供还不够。简亲王一定早做好了准备，所以你妹妹那奇的口供就尤为重要。因此，等她醒后，你一定要说服她认罪，并且来告发简亲王。